老板这一份多少50加泡菜60，外带，再加10块。该跑出来哈，豆带我哈。没有泡菜，今天没有，只有梅干菜可以吃。普通卖也该下出手，你下唔买。这是阿要起到强出来的。你阿要起个强的唔会出手。咩啦？你贵价的安尼还唔会出手啦？有个油啱啱的哦，这个做工咯。因为以前好啦，你听什么我前一奶，有的你还南部的讲法，那个软软呐。你们不适合一起做生意的。这牛的哪个部位？类似是黄瓜条，对，这样比你就知道哦。那这样呢 ？iPhone 我家管要清爱食，所以我讲用出主本机的，你看我出边都我老公主本我老公。两不开什么都懂油泡诶。嘿，就好，那么一般的吗？我叫佛斯拉台啊。用爱发电了，昨天。用爱发电。发电啊！哎，我不够啊，你们要一起啊。哦！我看到了什么？點都已經會做效果嘅，咁難嘅。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偷人嘅現場朋友，大家好。歡迎蘇坤，一家之主，大家民族，太中白跳。今日同歡喜呢，如果來到桃園，唐工到桃園呢，必須有報名嘅時間，秒殺。哎呦，個台鐵嘅演員可能係來看偷人自講吧。我老講吼，你阿擺唐講吼，動作嘅裏面哦，記得有 vocal 就蠻啲嘛，都是一家之主專屬的 vocal 啦，真假的？啊豆啊，一定要來動作擺呢。中國已經呢太桃園天氣哦，你嘅節目寫數到太氣格嘅分享，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牛韓師傅，觀眾朋友大家好，劉師傅好，十個來分享到係劉雪玲劉師傅，大家好，我係雪玲。雪玲阿姐好。對，好。那下來呢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炸嘅係來自楊梅嘅兩位表姊妹哦，分享到蘇永記、姚蘭記，歡迎，大家好，大家好。兩位美少女係啊，呢？咁親切的哦。對啊。來看一下藍翠呢一片哦，記得係表姊妹，記得係來自兩灘嘅朋友劉玉鳳、老七小輝。歡迎。哇！哎呀，嘅好，這之前如果沒有你出獎什麼哎呀我要擴大範圍了。怎麼說？客家中就會出獎什麼耶？哎呦，風姐兩位阿姐係來自。風姐姐來自楊梅，都楊梅有推薦嘛？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嘛？有啊，楊梅有個楊梅故事館，你漢人當初中教育，民國37年嘅時候，張芳傑校長佢嘅鄉親辦嘅好教，你阿開放本他家。辦活動啊，文化活動等等，以好料嘅。做的都給大朋友認識等到菜體嘅故事，錯嘛？楊梅故事館，楊梅還有水一個名山啊，就係楊梅。楊梅，對啊，是呀，地票通嘞。真的啦，我是講真的。哦，楊梅啊，現在楊梅糕啊，對，簽酒咩同好？就係講你來到楊梅嘅話呢，做得起到一個楊梅故事館，看一下喲。對日本時代呢，都聽下來楊梅嘅故事啊呢。好，該片係楊梅，不過攬出嚟一片係兩灘有一件係都有名嘅咖啡湯哈。嘿，其實這個白天啊，吃到給它環境很好哈，所以我覺得給它咖啡很好喝啦。現在啊，現在去啊，等他給手之類呀，擠不下這麼多人啊。好，我們8個要去。我們8個可以。感覺小尖尖的喲。不過唐廣嘅地位都係寬景哦，係哪種？它是哪一種風格的？它是白色建築，它是自己的一個住家，去嘎帶 Vogue， 然後把它做得很現代化，完美拍照，等候會手拆。西風蛋糕還沒動就咩？對對對，反正它就裝飾得很漂亮。哇，你看牛鳳阿姐有講到安慶楚，就要問一句，你跟徐玉芳有關係嗎？哎，對啊。徐玉芳。冇。誰呀？這樣？誰呀？好啦，見唔到兩位阿姐哦，記得動厲害，等下慢慢攞記得了解一下。啊，馬上呢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手下抖起來，兩嘴會用粗排嘅方式，結添彩色嘅球迷老食材，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上來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最精彩、最神奇嘅比賽，暫時就開始咧。好，體育館地圖呢，我留無佢用嘅紅、黃、綠3種點嘅
拼起來，叫下邊最出新嘅菜色。係啊，今日強調黃色係主食菜，青色係配菜，嘅紅色係蕎麥。好。阿楊嘅飯呢，我們一樣馬上就來進行嘅，好唔好？好。你主派嘅代表上嚟猜拳。代表咧剪刀石頭布。小夫也是來好嘅。剪刀石頭布，平常心就搞哈。好。好，今天沒有酒了哈。剪刀石頭布。哇。好，來。好，來4選1。我們選這個。哎，錯。你是選綠色的吧？綠色。選好了。哎，厲害，全部我不易看到，而且第二個哈，跟他的衣服好搭。哎呀，所以剛剛姐姐才是想選紅色啊。哦，來看一下，風水今日做嘅菜色係乜嘅？黃色姐姐搶開拍泡麵。哎，最近破音的程度很。泡麵做熱菜。真的嗎？好吃泡麵嗎？很好吃哦，凍好食咯。好，看一下夾配菜係乜嘅？好，可以。這根本就是麻粿，你知道嗎？這個最好就是給我韓式泡菜醬。拜託，我們本來出到麻粿麻油。就希望係麻油咯。所以嘗嘅新鮮嘗一煲麻油嘅話，我會分到。天后神來夾夾嚟看咯，蕎麥。蕎布魚，這樣泡配起來應該是 OK 的吧 ？OK 的。也係做灶我想一下，你看把攬出來搞半天명了哦。我要選靠近我的。好，婉儀呢？劉沙強下先拍。哎呦，我們都選近的，只有你選最遠的。對，我要跟主持人一樣。好，那你準備好咧？好，來看一下主食材係乜嘅咧？米絲木，客家面水好。好嘞，配菜係乜嘅咧？冰雪咩？冰雪片。它裡面有雪梨來吧？哦，是不是有雪片呢？夠嘞。來看一看，米頭係乜嘅咧？鬼啊！什麼鬼啊？麻婆可以啊，可以啊。走對啦，就是有點麻辣的感覺是嗎？還有副飯做米絲木片啊。唔會啊。對啊，你剛才憑什麼笑我們呢？還好吧。侮辱笑麻婆啊！來，過去。我這是報應。確定這裡味道有好排嗎？來，有好排嗎？散步早上。對嘛，就沒有組合好的嘛。讓我看一下主食菜好咧。哦，你要係雞絲麵，你係乜嘅？可以收工啫。風先款，我要問一下。不行。哦，不行哦。風吹今日出到你嘅菜色，有信心嗎？有。加油啊！好，來感受一下攬起嚟一片，有信心嗎？有。哇，今天就走過邊哦。音高不一樣。好，馬上嚟就嚟進行踢館嘅挑戰。好，我好嘅師姐講，他嚇到，為什麼？他想說，好事停了，不能做了嗎？你要用嚟做咧？我會留一點起來，待會有層次感。哦，所以你要去動作切面，不是讓它拿來燙哦。會燙，留一點打撒這樣子嗎？脆脆的，可是這會不會太少？你應該可以夠太放這位啊你啊。啊。哎，就好呀。但是姐姐，你要用薄卡羅一句好，叫人那裡潑嗎？唔是啦。那我猜你需要胡椒鹽跟一點乾的蔥。不是啊，哎呀，你有用嚟做咧？那水滾啊，變化去哦，你兩隻根本呢個想法係乜嘅？泡麵哈，你泡熟了哈，你新鮮腸呢係用水去煮，香料哈，按切到油油，大概撒到上面。哦，這個挑夫兒，我哋待會放米酒哈，放去嘅看嘅米頭撒上去，所以還會直接飆上去。你做得 Q 下錢呢，冇按用會發，你兩個姐姐懂求瑪麗亞。我跟你說，我確認一下，嬌蘭姐啊，她現在是素顏。啊？你冇化妝？冇啊。你有冇含醬啊？平常時有煮菜嗎？有啊。你用啥不按用？不熊煮啊，希布卡什麼？喂。但蘇永記你較強的料理係嘛？拿手菜。左邊我將做嘅控肉，控肉落嘅竹筍，一鍋嘅是貴禮拜。對啊，幾件團客還水嘅。素榮姐，也幾好嘅哦，好嘅哈，爛爛哦。好。又年好食爛爛嘅泡麵呢，個供應均哦。是咯，還刷脆。等一下，糖嘅炒嘛。
唔是炒，唔是炒，嘿嘿，咬咬啊，黑冇？你用啥豆腐卡跟豆腐鱼做买料理好豆啊？豆腐鱼哦，上下会做泡菜，黄金泡菜。哦，黄金泡菜是用豆腐鱼在做的哦。炒个星星肠嘛。哦，还忙，等一下。我们这边呢有厨师天数哎，等一下都做嚟噶，咱看看人家就要幽默好冇？好啊好啊，你先加油哦。好，我有点忘记我们抽到什么了呢？鳕鱼片。那是咸鱼片哦。那今年当中还鳕鱼片。那个是相当的咸鱼片恐龙。你看到的时候又有血懵哈。吓一跳啊！我以为是鳕鱼，对啊，结果是鳕鱼片，我还真的没有用过。因为足够啊，你可以让打波吧。好，那我们有讨论用慢走吗？有，啊，刚刚先通俩米奇莫，米奇莫通哈，先不用俩莫通通球给我冲圆啦，嘿，冲泡面冲融。对对对，QQ， 对，哈，安尼我们的泡面怎么不要哈？不要，哎，也做偏向嘅偏向，哎。小慧姐，你黑周嘛该条路啊？之前龙阿记向他抽日任上班。护士阿姨，护士姐姐。你好，汉叫做福利士哦。福利斯。因为俺有家朋友啊，佢讲我系买服饰，我系买福利士，系嘛？一包米酒嘛，不用一点米酒，来，即家下放落去系头班酱哦。头班酱炒锅。太香，够好。刚刚那个酒量对雪玲姐来讲像是拉哈，对，那是露水哦。那两整不用两个那个干辣椒，应该是用花椒啦。而且你们用高粱很省哎，那高粱怎么存啊？真的很省吗？哦。对啊，绞肉会不会太？我怕大家吃太饱。对。哎呦，很好。怎么会有这个担心呢？那我们先过去，等一下给我好啊，然后我们回来我已经炒好了。哦，啊，你要等来哦。哦，要等你哦。好。他跟着做来哦。哦。哇，见这种奖哎，这个配菜你不觉得很像那个吗？部队锅。对呀。这老气死啊！大家扮豆腐啊。对呀。但是我想加问一下哈，你都要改星星肠，什么个是用讲不用铜改，唔系用剑改，像早餐店那种。有铜面做顺沙。哦，先炒出香味来哦。哎呦。其实哈，布卡迪都可以不用那一罐挑夫爷发，真的很万用哎。哎呀，你看做那个玉子烧啊、煎卵啊、烧肉啊嘛，韩国热红，我这家吼是3年大下，该贵罐个挑夫鱼吼，唔多半张眼是用睇嘞，我煮买。所以你是买的时节咯，有特别讲爱选哪一种的臭豆腐吗？你做臭豆腐的豆腐，我今年没有用一滴滴咧，那个豆腐太为臭豆腐的汁。其实我有点听不懂这一段。老板，这一份多少？50加泡菜60，外带，再加10块。刚泡水哈，豆对哦哈。没有泡菜，今天没有，只有梅干菜可以。其实哈，布卡迪都可以不用那一罐挑夫爷发，真的很万用哎。哎呀，煎卵啊、烧肉啊嘛，韩国热红。我这家吼是3年大下，该贵罐个豆腐鱼吼，唔多半张眼是用睇嘞，我煮买炒高丽菜。哦，对，腐乳高丽菜。是哦。哦。这炒高丽菜，我有一摆去我不会串串啊用选，会上瘾嘞。腐乳空心菜没走的，反正比如抢最里度应该都走得什么？对啊，所以挑夫鱼懂吼。挑夫鱼韩国在做海鲜料理。真的？哪一种？虾公最好吃。做嘛该蒸虾子哦，蒸虾公哦，茶碗蒸底度应该没做标，最后放哦，是哦，对，你要冲头的按豆系政府整下哦，烙给淋在上面的哦，做酱，阿姐，你今日特别做个风色嘅上腐来哈，这个平常每句拌在法筒唔会按用做，一披松就会按用做嘅，披松就按这样啊，摸啦。这个衣服是你的战袍哈？不是，对我下礼拜上台唱嘅客家歌。你看，真马嘅歌，山歌也系流行歌。小调。哇！喂，落水啊嘛，咁嘛。水。啊，这应该还不用豆腐鱼落去嘞哈。嘿，用下去嘅。有皮的。啊，你不用之前还没就先叫米酒落。有啊，加落去下香啊。我变农山哦。被锁住了。像你啊豆腐鱼爱太火也好系。
木中台佛众佛祖哈。好。哎，就出事挺凶爱哦。哎，对啊，好，哎，你要用吗？其实就好咧，还是用好的啊。但是一定要好看做的嘛，收的啦，颜色空那心。要吗？要吗？其实玉涵姐你一直在挺凶呢。对啊。要用吗？吗？可以听一下。3、2、1，哎，入麦。好，来龙沙强下卡定。主持天数哎。来主持天数。来预备起。主持天数哎，好，而且马上。哦，直接来了，好了，直接来了，拿先来。继续开始，大家通哈。来。烫。怎么了？你痛到天价了呀！你是做的吗？做的哈。哎，等一下盛盘，放下去就好哎。所以不是叫强下哦。可以一起炒，也可以淋上去。你要哪一种？看那是唔会哪一种方式？吃到了用汤的强下，让炒一下吼，哎呦，按下油嘅。怎么有聊到天妇鱼的面头？酱汁会来撞落去。我是等下就是声音会讲哦，冇面哦，面头。等一下。风景为主一下。等一下，他有任务要把它搅均匀来。这样子会叫啊。哦，剩下那个步骤记得会啦。时间多18胡椒粉。好 ，OK 啦，我们胜券在握。好，啊，你会发现你锅里揪两个片一下。哎，慢点揪。好嘞，哎呦，哎，拍个卡起来嘞，来，厨师天数哎。哦，莫定 IQ 哦。来，2位有些马上。哇！好了，你下看米汤，昨天用用。其实讲开始。没有被烫到，果然系螺丝。你也都倒落去哦。个咸片系最美哦。哎，前5天木条加。其实哈，人家咸5天，那鳕鱼片真的有超过我的想象。啊，还有的哦。但是我原本以为鳕鱼片你会简单给它炸一下，切安用。不是啥啦，安尼做，等下掉落去搅就做得。就是这个米奇还切用太低，你看人家高油按油，你再切到按油。哦，还说还有口感的哦。碎的，碎，用下面细细的。哦，哎，好了，等下变成透明的。哦，对哈。啊，怎么个加通呢？用下面细细的。都算咯。4、3、2、1，时间到。有你妹吗？有。时间到。好，你看都在剪下，谁在剪下，谁在好，不用东西，炒就做的啦。啊，那个牌子可以先放下。好，谢谢。好，咖喱先来倒算了哈。好。现场马上来倒算，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要试试看呐。体育馆那部卡米是较针对呢。体育馆太起家厨豆嘅，度后都有一个主食材，系啊，一个系用泡面，一个系用米奇木。先来吃吃看那风吹嘅料理。已经冻小是泡面咧，我看佢咧冻声音哦，稍微嘅泡面咯，真嘅咪冻咸啲。而且加挑夫鱼呢，调到度好。那我一部分哦，佢刚刚其实有一个巧思，老鸭嘅泡面呢，先留一些咧下来。椰都蛋糕增加嘅口感，我觉得味道调得很好。对啊，或什么？或是替日白煮。挑夫鱼啦，哈，是它的灵魂这样子。对。面有干还有 Q。你泡面哦，真叫嘅感谢韩师傅，该下落搅落去，所以到按照的时间哦，它该酱哦，完全就8副双皮。韩国嘅葱头炒到真正好选呢，就是单纯加只两头出来炒葱头哦，你会打挑面哦。嘿，当甜，炒料当甜，你负责分咩加到度好。要感受到风水下这个功力哦。我蓝水嘅两片，你看单强嘅蛇木是动声音吼，结果咧是看。哇，米线莫按用短用啊，铁板要煮呢。系啊，系啊，莫按用煮糕。抱歉，你发生嘛事情？我没有夸张，因为就按好些个米线莫个，因为米线莫吼，大白哈讲呢，可能是用板仁料按用炒。哎，莫麻婆真紧好些，大家做啲转移佛卡吃款。那没有转去吃款啦，没铁板。应该还没去吃款呢。好啊，210块，
下次要改进。还之前都做更好用煮桶诶，然后是炒糕，没黑提干的好吃哈。哦，你煮都懂拉米啦，这种像按牛米节目有冇？不用都给大亨堡底度没会懂咱的。哎，因为麻婆基本上挑度好，不会过辣，度好，还有 Q 感。师傅帮我们调那个一点点糖，那么棒，神来一笔。你看，那个二农师傅他们讲的话就变多了。好啦，豆袋师傅的牛慢熊呢，给了款哦。紧张的时间马上就逗留，就请谢林师傅抢本复数。哒啦！那最近我还给你音效嘿。好，所以两天美就音效哈，有汉师傅抢本复数，哒啦！谢谢。谢林师傅抢公平。凉水煮来煮冻好啦，淡水加个油落个猪肉的上鱼煸出来，啊，煮安尼煸到擦擦，啊，油落豆瓣酱呢，拿来炒锅，你看爽色那个米奇木，什么冻好看。啊，用风吹呢，香大爽的，人家个配到煸来10分吼，豆腐一煸唔拉到啦。哦，它有味道的诶。豆腐一煸有它有米丝细细的。好，关于汉师傅的公平。那个麻婆豆腐也高牛，那个火候度厚，红吹嘿，因为那个洋葱也甜味吼，有炒对时间点，泡面的 Q 度又出来，所以我给红队。第一关底度呢，太起角度可以得到1分哦，不分选址。不过呢，三下来6先去看一下今日谢林师傅带来乜嘅好料理，我嚟老太起嘅分享呢。师傅出台菜。今日呢，當酒冇看到謝連子來表現料理嘅，一天準備嘅當酒，菜名係乜嘅咧？食唔到醋的醋豆腐。哦，所以佢係臭豆腐，也唔係豆腐。醋豆腐啦，其實係醋豆腐啦。哦，啊，最生長尖嘅。醋豆腐不要臭。用豆腐的豆去煎的醋豆腐。大家，佢今日教訓哦，林天公3點哦是豆腐去賣咧。哇，真的哦。你係乜概念？鹹菜乾，鹹菜乾先浸水洗2-3遍，當切油油的。你係鹹卵嘅自用嘅鹹卵嘅。亂放。你係蔥嘅蒜頭，你係蔥葉。香菜嘅辣椒嘅，就安尼甜甜。好，簡單嘅食材。當簡單嘅食材，我哋下呢，你油温來煸過，我嚟炸醋豆腐。哦。醋豆腐就切煙，安尼放心就好。所以你哋食材就係臭豆腐，唔講因為老幾做到唔會臭係咩嘅意思？用梅乾菜落去就變梅乾菜臭豆腐嘅啦。唔過臭豆腐是會食嘅臭味啊。對啊。唔等下是煮底嘅。一口同聲。煮底。所以你係賣嘅細節咯，要特別講愛食哪一種嘅臭豆腐嗎？你做臭豆腐嘅豆腐，我今日未有用一啲啲咧，一個豆腐頭嘅臭豆腐嘅。哈？其實我有點聽不懂這一段。你係用這副一法咧，有的係用藥嘅一法的啦。就是你可以用一種植物，讓它放在桶子裡發酵。對，臭豆腐。油温係差唔多幾個？油温我下過到180以上哦。兩片呢，我煮嚟用。香哦。老闆，這一份多少？50加泡菜60，外帶再加10塊。應該泡菜哈，豆帶哦哈。沒有泡菜是梅乾菜。今天沒有，只有梅乾菜可以。你要等一炸。哦。那你2分呢？這分等他張啦，這個下一個客人的。這個下一個客人哈。哎，其實俺做豬豆腐哦，用胡椒粉就很好吃。蒜頭煸香，到蔥頭，蔥誒下蔥拍啦。哦。我梅乾菜。好。梅乾菜嘞。因為我加個下呢嘛。下來。好。阿姐。喂。你哋臭豆腐吼，做乜嘅先切到細縫啊？等下好看啊！等下好看啊！沒看，我們有8個。一口臭豆腐啊！買嗰種爆漿臭豆腐用慢鋪啊！跟住睇睇地，跟住一下慢慢鋪，跌落去，金黃色就溜起來，炸個炸到一邊。我以為炒個鹹菜乾嘅時節油會下倒掉。唔好，用倒掉那會重油，我哋要炒上來。誒，有冇食過鹹菜乾撈金沙強下冇？冇食過，我哋試試看。這個包水餃又香又香氣的哦。
我们这边有客人想吃水饺的，你都冇食嘞，也是创意的料理啦。哦，跟乱网嘿，因为要出油，所以不要太多油，嘿嘛。嘿，创的乱网底，咱还要标一点油落去炒，其中会那么细泡。哦，所以咧唔好，嘿，咧油香，冇太香哦，看起来很柴哈。在冇烫油，好，你喊下做来炒金沙，好。哎，不是先落去啃啃哦。啊，不是啦，你等下，你技术好耶，不是。技术好耶，不是啦。在呛我吗？别忘了第一集，多丢脸呐！自创卖也该下出手，两下唔买。这个是后尾切到强出来的。你后尾切到强的唔会出手。没啦，你贵只的安尼还唔会出手啦。这牛的哪个部位？类似是黄瓜条，对，这样比就知道哦。那这样呢 ？iPhone， 拉台呀。用来发电了，昨天。用爱发电。发电啊！哎，我不够啊，你们要一起啊。哦！點都點會做效果，用可能嘅。哎，唔是先落去啃啃嘛？啊，唔是啦，你等下，你技術好耶，不是。技術好耶，不是啦。在呛我嗎？別忘了第一集，多丟臉啊！你啊炒米香哦。要大點炒，鹹軟的水節咯。是，你整個檸檬，我哋係鹹軟熱的。你嚟講時倉賣嘅貴下鹹軟的，你就前面啲啲米酒。哦。你話時倉賣嘅嘅，它出手啊哈。它出手，兩下唔買。哦。你啊種下唔會出手。這個是後尾切到強出來的。係，你後尾切到強嘅唔會出手。咩啦？你貴隻嘅安尼下唔會出手啦。那平常吃太鹹啦。係啦。我又炒起泡了。好了。很香哇，又香了。原来金沙就是这样。对，金沙就这样子。有起泡。就对就好了。有起泡啦，起泡你还有倒轉來。哇！倒轉來啦。熱天凍好雪。我們就。哎，炸2擺嘛？唔是，你炸1擺。炸1擺好哦，安尼。也個油啱啱的哦。啊？有嘛？有哦。這隻豆糕。這隻豆糕。有的唔前後啊。來。有的唔前後啦。也個圓圓啊。來。也個圓圓。你前後。冇全部叔叔。你們不適合一起做生意的。你去講那個糖冇動手。哦。前後叫我前那道邊嘛。要求完美。前都呢。兩個用茫茫貨，也就倒落來。哦。炒炒哎。還是自己開金沙南瓜也是這樣做。對。哎呦，千龜打頭命呢。你按個。你看他已經無限多吼，希望大家不要記得這件事。還按點一啲啲的調料，係味道。醬香。醬。你安尼，好嘞。哎呦，會加通麼？會加細細咧。哎，你最後會負責飲呢？不是，你唔是不用。那你的好朋友你竟然又聊你唔是加佛跳粉？你每條紅跳蟲都會加胡椒粉。你們係蓋團糕和加佛跳粉？哎呀，你不是吃吐司夾胡椒粉嗎？有啦，完成。哇！你等下吼，鹹菜乾，然後你厝頭腐做夾點色，就像迄泡菜安尼。哇！來，安尼唔會厝的厝頭腐，按用就紅色咯。哇，師傅呢真係厲害，都在出豆腐，哎呀冇出米，想到太起家好食豆腐的人都做得成呢，太起家叫我來吃吃看下咯。哇，真是超級好吃的，萬酥嫩嫩，真嘅當真的，撲菜後老底下嘅鹹蛋黃落去，哇真嘅又加強又加溫潤，很棒，超級好食。吃起來有個金沙，用沙沙米頭感覺很好。好了，米是糖香，很香。這個一個不夠啦，師傅。一定要這樣子，剛剛存那條布冇泡鐵啊。對啦，那咪泡哈。好好吃哦。韓國重點係乜嘅？真嘅冇感覺到臭味對，沒有臭味啊。但你可唔可以很怪咧？今日我到臭豆腐嘛，食幾多係臭豆腐？
唔过，cái皮唔到嘅臭味。豆腐吼，炸过酥脆感又出来，而且把那个客家米头吼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哎，大家可以学起来。那做菜呢，这个师傅做到10分好，太起间呢200多副卡地度的时间。一个粗豆腐啊，唔但将呢做得崩泡出来，没有吃可能攞定你嘅客家鋪出來，攞鹹卵姜下來炒，當斬掉哦。頭前一畢業，馬上來進行最背面一關嘅挑戰。料理大鬥士，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斬掉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一家之主，叫下來大鬥士咯！最關鍵一關呢，因為頭前呢係要畢業的關係，鼓手呢也好好嚟表一下咯。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呢？黃頭絲，黃頭絲用啊，嗬，一個煮乜嘅都斬掉。係啊。哦，咁今日我拿一個按好嘅黃頭絲醬，我來做乜嘅料理？菜名係乜嘅？客家豆漿牛肉。哦，哇，呀，嘅咩凍茶飯？好食樣嘅。對啊，好哦，最背面一關嘅啦。今日呢，我做出媽媽嘅味道，有信心嗎？有，加油哦！好，來看下咱出嚟一片哦。哎呦，其實冇小改之前嘅經驗唔知幾係乜改嚟，現在公布一下今日秘密武器。你係5米醬。5味醬，对，哪5味啊？葱、姜、蒜、辣椒，然后最后会再点缀香菜，莢用全部牙嘅。莢用，嘿，你諗莢用關係安好？嘿，佢單牙清葱，自家摸嘅強用。當幸福咯。今日來參加比賽幾啲嘛？幾啲？哇，所以等下係結束以後叫佢負責2天。有養出會本記。有聽到哈？有養就會本記。他又不是莢用。偏心啊！哦，所以你睇5味醬吼做出來個菜，菜名係乜嘅？香煎5米。哇，看起來是動聲音哦。好，最尾一個我變起來了，有信心冇？有，加油！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現場馬上來倒數，3、2、1，搶開始嘍！不需要。哇，今天呢真的是女人大戰，博謙有車有壓力冇？我有那麼壓力，我攞2片都享受啊。也是啊，看你的身材。好，我們先過去，一下我用來煮咧。我要先誇獎一下，記得個牛肉唔係用冷凍嘅牛肉，看個什麼質地，該係溫體牛。哎，你們這邊玩什麼？我們這邊玩家家酒，玩家家酒啊，家家酒酒，還有米酒。會湯嗎？湯唔是，等下。我先錄一下。你按用滷過去，還有個牛肉嘅香味，我不會添過去嘛？唔係啊，加點個調油哈，有一點點鹹味，不會說等一下這樣淡淡的。啊，酸紅嘅粉係乜嘅？也係玉米粉，加了吼炒起來咪香嫩啦。哦，等下我用炒誒。嘿，哇，來，現在凍鬼也亂咧。嘿，凍鬼哦。我攞亂搶呀亂無？亂搶，嘿亂搶，啊唔過吼，你存到每個規則落去好。你按等下炒起來不。蘆筍啊，喺切架種嘅冇？市場種誒。哦，市場有在種啊。哇，市場有在種。對。市場寸土寸金誒。對啊。好，我們先過去，等下過多陣啦，哈。好。各位觀眾朋友啊，下衝本啊！哇，還在心跳。對。等下去調一下呢。對啊。這個是白鲳誒。做乜會用5米醬來做料理咧？因為我老公請姜色5嘅，用了醬調強下後，佢出下甘色。你家下就講到倆頭出來須見哦，眼冒愛心，滿嘴都是老公怎樣的老公。老公今日有來冇？去上班。啊，天幕地區哦。唔係佢上班挑撥離間啊。那姐姐，你倆下漢地依然走條路哦。係。兩3年前去聽的細節啦，會動冇喊冇？會有，人數都唔啦，我從頭我加班。對啊，疫情的時候。利用倆隻義父來感謝一下所有體育前來義父應戰的。好，知道今天要給誰贏了哈？今天不是料理節目，我們憑實力。對，要公平。對。這樣出出是2吃哦。對。不過等下還會收過來會減嗎？
手工要通过天，因为你遐人都无爱食按肉的东西啦，所以我就出去加一点的个香菜吼，较清爽，嘿。像你风清啊，你日挑嘅白鲳差不多几多钱啊？许东。最少要350克。哇！哎，那我待会吃这整半边哦，哈。否则还不够胖吗？哎，你应该系冻好嘅油嘅落。做有个事情你都觉得说不会胖。我跟你讲，健康的东西多吃就会胖。难怪你小时候会被妈妈骂。那我们先过去，等下哥都正了。好。要不过要动手系吗？哎呦，要动手哦。他很细心呢。对啊。你是处女座吗？你看像吗？那就不是了。这个牛的哪个部位？这个是类似是黄瓜条啊。对，黄瓜那个。这样比你就知道哦。就是瘦瘦的一条在那边。对，就是瘦瘦那一条。那这样呢？iPhone 啊。所以你牛肉的部位又特别是top鲜系吗？哎呀，这就是专门炒肉丝的那个。先拿烘了嘛？哎呦。对，先看，熟食放这边。对。做嘛个先撩起来咧？我等下调焦掉了呀。那香气就出来了。有哈。蒙特叫我们之前炒。唔免啊，等下想讲了炒好，两炒了。你家煮的猪脚面线，你煮的是牛面线。对呀。我们这边也下重本哈。对呀。煮干要注意嘛，干么？不下太啊，他忙得诶，炒药要下个人呢，他好食，啊做不。辣台哈。用爱发电了，昨天。用爱发电。发电哦。发电。哎，我不够啊，你们要一起啊。哇！差唔多喺高一嚟哦。我看到了什么？點解點會做效果？我大姐。哦，按摩哦，伟姐。可以讲哦。电到动好款呢。你做福利是挺可惜的啦。我家管要清爱食，所以我家用出煮本机的。啊，你看我出边都我老公煮本我老公。两不开是莫会煮冻油泡诶。嘿，油泡，那么一般的吗？哦，按摩哦，伟姐。可以讲哦。电到动好款呢。你做福利是挺可惜的啦。会吗？因为应该是做出事哦。你哈投入此体，初步卡突34元，啊照顾老公啊就开始做厨师。哦，专门不老公强啦。哎，你手棍来通起来就好诶。嘿，通起来就好嘞。好 Q 哦。对啊，这瓦萨比取点血的啦。对，五味酱等一下去蛋春按用冰到顺红。嘿，冰到顺红，我说的时间出走等淋上去，向下食，弄个都清，很赞哦。你做咧个小改一摆，除了给地不多人说葱姜蒜，对，看去买。葱姜蒜辣椒，看大家自家爱好食辣的，也系唔爱按辣，而家系较好食辣的，你出可以较细条嘅朝天椒，吼，啊唔爱食到按辣的出较太条的出冇按辣嘅，同红嘅嘅字吼都拢结用铁安尼。有咧有 tomato 姜嘛？有 tomato 姜，还有糖，有，还有有点柠檬嘛。柠檬係冇冰，還有加一啲的蜜酒，蜜酒，嘿，中卷會涼拌。然後這個魚的話，就是也可以撒在上面配着這樣子。其實白我看有人是點呢放個梅醬上下去，一般都係頭油啊、蒜頭啊嗰種。乾煎。對。所以你不卡是我都會用梅醬。我家講咩清愛食，係佢愛食嘅醬，所以我家用出味道我家講愛食煮本機嘅，啊你睇我出味道我老公煮本我老公。兩不開是莫會煮凍油泡誒。係，油泡，那麼一般的嘛。所以你那片係做沙拉樣嘅係啊。讚哦。美生菜，然後還有 tomato 洋蔥頭哈，要先冰鎮啊哈。嗰個洋葱係甜凍嘅洋葱，冬天一般般啊。呢下仲甜哦，不過我哋處理嘅時間吼要先，本地冰鎮一下吼，好嘅，其實唔會按辣，它用是就辣了呀。那它可以放在旁邊，你做的不用旁邊，唔辣你就這個溫啊哈。很奇怪，很燙的。對。好，我們先去倒數了哈。好。
现场马上开始倒算10、 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出来试试看啦！最背面一关内部卡米西卡站掉咯。最背面一关呢，睇起来都较紧凑，不过呢表现都是很好。先来试试看那风吹带来嘅啊，用黄头姜炒牛肉，试试看呐。哦，但常食嘅牛肉是啲落可能會要感覺到一啲啲嘅鹹，不過啲酸紅就面線，聽下去是如何咧？对，搭配面线刚好。知道再念念明白。好，兩下還是攬出嚟一片後面係凍去的五味醬。哦，我凍牛毛是白腸的呢，買不下去。哦，五味醬好好吃哦。係我會食唔到嗰種味道呢，香香嘅，一啲啲辣辣嘅樣。最近呢，買嘅東西都有嘅五味醬，應該都會當好食嘅。其實我應該水餃沒可能凍好食了。而且很清爽哦，酸酸甜甜的，有戀愛的感覺。沒有戀愛的感覺哈。你看它夏天多嘞哈，都適合。真嘅，做冷盤啫嘛。所以你阿姐上來啊，睇有條食地嘅手感不安全，超級好吃呢，嫩嫩脆脆又凍氣，海產啊本身哦，它的鮮味就夠。加上五味醬哦，然後給提味一下，它是畫龍點睛。好，等一下就來看一下師傅用慢評分咯。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誒，先來請邱師傅搶本分數。攬住分，好，呢款謝玲啊，這小刀哎呦，應該沒唔地叫佢不滿分數，搶款搶不分數，咩攬住？我先講紅吹，其實哈牛肉來配嫩薑絲。牛肉哈配那個嫩薑是絕配，給米頭哈安尼是剛剛好。不過哈可能哈收乾收得太乾了一點點，太早失敗啦。所以那個麵線哈米頭又唔拉，不然其實是99分。南區哈五味醬比較濃稠，不過有個生菜葉水分哈可以把它中和掉。最厲害的是一速滾哈。燙的時間手乾在這，手乾哈，燙的火候度哈很鮮嫩甜美，所以略勝一籌。好，換謝玲阿姐來公平。我會本南翠，因為南翠的米絲又挑到凍度好，不過唔係很有缺點哦。海白會挑五味醬加下，一天來撈個蒜頭、辣椒嗰啲都有切下面豆誒，下鮮豆誒，冇調料，叫咪落調料咧。不過這個加我吃，應該冇用一啲啲嘅鹽巴撈米酒。佢煎出來嘅味較醬，也較好食。也個五味醬米絲當搭，冇本風吹因為收汁收來燙糟，那有一絲絲的糖質。麵線配菜，再會有鹹鹹牛肉炒來當好食，當乾麵，雖然當好食，謝謝。師母師傅按詳細來背你來做指教吼，懂站的。你後面是要幫我們加菜嗎？嘿，已經滾了。好了，比賽嘅成績呢已經出來，馬上出來頒獎嘞！耶！因為比賽成績呢已經出來耶，風吹得到1分，藍吹得到3分，現在叫去藍吹咯。好，藍吹了解係大頭名哦，得到係3000塊嘅加菜金。登場安永天，還有民主60年係全球限量嘅鑽石，有熱同道。你們確定有每一集都要變化？而且還定格了。哇，看，一定我們盤都有人拿出來耶。哦，送本給梁莎。謝謝陳夢英。好，你風吹呢得到嘅係一個粉樣梅森果汁機跟逆光多功能不粘方烤盤。謝謝。很多哦。同時可以把剛才你節目嘅製作人安泰哥呢買嘢100種嘅 CD 呢，我送本慘水炸，這是限量的哦，買唔到哎。好，也係兩個鑽石送俾你的。謝謝。你們再去看什麼分哈？好。謝謝。大家都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哦，家下繼續講嘛，根本嘅真正嘅感謝馬莎。
感谢我家用。这个钱娜酒好啊，等一下谁告本题？那酒，你也一下感受一下。哦，又买参加的感想呢？今天请感谢制作单位本来就2只机会后来上节目啊，因为平常咪煮的菜都轻平常啦，所以来的时间请紧张啦。后等我讲用教我了到秘密武器，做本大家看。咩係希望呢，大家呢就对不下有煮菜的时间哈，就会做的给多学一点呐哈，就是带健康给家人这样。系啊，而且阿姐你下动魔汉哦，佮跳摆去做福利室啊，你下喊做豆腐卡出成个之外哦，喊做甜爽。嘿，哇，你喊白喊做咧兼做嘛地方？厨师。厨师哈。系啊，因都已经斜杠。十个月绕墙有放哪些老大家分享今日参加的感想？今天真见同欢喜哈，我迄个姊啊，我姊上摆有来过2摆，肉麦啊姐，他一直推荐说这个节目很趣味，很好玩，真的值得来走一趟这样子。真欢喜你的家己俩多菜哈。谢谢，我在这边没有好多东多哈，又有好多出豆腐有门煮哈，还有的跟麻婆哈，麻婆米苔目，我回去一定要做看呐。寻梦啦，冻顶音箱吼，连续爆佛，那我们该服用吼，他走在打挑喵，有一点小臭屁。像各位喺叫人知哦，负责人你逢吹做主厨的部分，要不要参加新的？老太姐分享一下。先问太姐家，本来有2只个机会哈，煮了跳丝姜牛肉，平常有煮跟人的牛肉迄老姜丝，但像按样炒，今比有加其他的东西吼，是小可油哈无含细细的，煮出来吼个手指油。它早到诶，咱个转去煮吼，要变较大条诶，哎用面较港味。没啦，咱摆我过来比赛啊。哦好。系啊，按做姊妹啊，轮阵带阵来好冇？好。所以用姊妹老太姐分享一下好冇？去拜了参加了节目，我学到了用菜透丝牛肉，真的当好食。感谢兰姐哈，韩国大家，什么谢谢。好客气哟！对呀，太下今天好多人多，而且好两组做的互相来学习。要不看景点料理，每边都讲不看美食的都，安样就是看较站台湾的。系啊。好啦，今日呢，真紧动感车来自桃园菜市嘅阿条姐姐，边出按站台的料理，尤其体馆都冇简单，我来丢出来，口样表现都当好。系啊，今日杜好吼，4位嘅来宾都系将士们，所以今日非常欢迎所有客家正妹来大天发来报名参加比赛哦。我们做一家自助店的太起家口下来到要大毕业分享业务卡嘅好料理哦，下礼拜再见，拜拜。